作為學校嘅資訊科技統籌，我哋每日都喺度諗點樣將科技融入教學，讓老師覺得科技係幫手，唔係負擔。如果設備唔穩定又操作複雜，老師覺得唔好用，就自然唔會用。更好嘅科技都會變成裝飾品。我哋留意到傳統單向嘅課堂，學生專注力好容易因為時間而流失，老師亦都好難收集到學生嘅學習成果。今次我哋改善咗班房，打破咗呢一個單向嘅模式，提升教學效能，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嘅技能。今次選擇嘅電子白板，主要因為佢功能全面，而且系統可靠。老師入到班房，唔再需要擔心網絡問題或者硬件問題。呢一種穩定同埋安全感，先至可以讓老師放膽去嘗試新嘅教學模式。以前上堂，老師多數會企喺課室前邊，但係而家老師可以用投屏嘅功能，可以喺班房入邊到處走。老師可以行到學生嘅身邊進行指導或者輔助，加強師生嘅互動。除此以外，電子屏幕本身內設有好多實用嘅功能。屏幕最驚喜嘅係加入咗 AI 嘅元素，老師可以即時透過 AI 嚟到查找課堂嘅內容。呢一種科技令到課堂變得前所未有咁輕鬆。總括嚟講，我哋唔係用科技去取代老師，而係提供一個更好嘅工具，讓老師專注教學，提升教學效能。